南投信义乡的原声东声合唱团要到欧洲巡回表演，馆长柯淑华亲手把冠旗交予合唱团，祝福因顺利出发，把台湾美丽歌声带上国际舞台。 原声东声合唱团用纯正的歌声，在咧出发前的记者会唱真侪首感动歌曲。合唱是一种品格教育的过程。我们常常讲说，合唱教育是建立人跟人的良好关系，这是我的合唱哲学。这边的巡回演出会伫咧5月2号起行到欧洲巡演。 南投县政府特别举办记者会，为囡仔送祝福和鼓励。囡仔对这边的演出拢真有自信，也可以让我们大开眼界，看看世界，让世界听见台湾的声音。在座贵宾伫咧电视内底讲到，原声东声合唱团是南投的骄傲。这座欧洲巡演唔那是音乐交流，互囡仔徛踮伫咧国际舞台，嘛展现台湾之光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